Hello， 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我係冰鋒。今次我哋繼續嚟拍卡梅拉達系列，今次我哋拍嘅就係卡梅拉達第3個拉達本拉姆嘅變身器。咁佢嘅開關就喺後面。咁佢主要形態就係得2個，即係目前。咁我哋就嚟到一個布丁。好，我開必殺技啦！好，然之後換另一個形態啦。好，另外一個形態係啫喱。好，之後開必殺技啦。好，之後到本拉姆嘅武器裏邊啦。佢把武器可以變弓，又可以變電鋸嘅。電鋸要掹出嚟，之後弓。之後開必殺技啦！必殺技將個布丁吸落去。然之後解除就係撳呢一個透明嘅嘢，之後到另外一個啦，啫喱。好，之後到反派拉達彼得加布係主角嘅複製體嚟嘅，博士整出嚟嘅。如果未睇嘅話，即係我劇透咗你哋啦，可以。好，咁我哋嚟個苦嘅可樂糖。之後我哋開必殺技啦。好，然之後我哋換另一個形態。
咁呢個係必達家湖召喚電單車出嚟嘅嘢。之後去到百力滋，之後呢個就係必達家湖嘅武器，佢斬擊掣，開必殺技。然之後佢另外一個必殺嘅係食主角嘅角之梭嘅。如果連續食3個有更強嘅必殺技。好啦，目前為止就係所有家寶出過晒嘅所有嘢。好，我哋今集點片就嚟到呢度。如果鍾意我段片就呢粒未訂就訂閱，記得分享我段片啦。下次繼續拍 Kamen Rider 系列，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